后来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的复兴区，有7个民众烧酒到40野溪来泡温泉，拄着溪水中大水，其中有3个人伤晚离开调离的野溪，到尾啊，这个天拢暗了，因才互搜救队用扫啊，为错漏的溪水当中抢救出来。 暗时，搜救队员徛伫真错漏的溪水中，出来将绳啊扭掉咧。绳啊另外一边是调离者的民众，搜救队员大家出来一直扭，才将这个民众为这个真错漏的溪水中平安甲救出来。地上都是泥泞啊，稍不注意就会滑倒。 若无探吊顶光线，现场真正看无，这真危险。这阵调离者民众总共有7个人来这佚佗，烧酒去40野溪露营浸温泉，本来真欢喜，做伙落去溪水浸温泉，结果享受无偌久，就发现讲中水啊！一群人赶紧走转营地，要过上万离开的3个人，形容好大水围掉咧，朋友赶紧报案。警消获报后，成立搜救队伍前往搜救，运用抛绳枪固定绳索。 将受困3人依序安全接驳渡溪。我看一摆这个画面，真正有够惊险。加在这民众最后都有平安。警方又讲，乡亲若要去山区露营，也是佚佗，一定要先了解当地气象资料，以免因为天气不好造成意外。